阿姊啊，遐早就困咯。你讲志愿安怎？无啦，我是专工来讲一句话啦。明仔载吼，有可能志愿会转来哦。志愿会转来？我都真迷茫啊！都真实嘞！阿春啊，把我点者香，我要甲祖公祖妈吼说一声咧。啊，明珠咧？小奶奶在咧后壁，你后壁创啥？叫伊来啊！伊即摆正拄好甲道士吼伫咧作法。啊？甲道士做法？嘿啊，做什么法？小奶奶伊讲吼，紧讲啊，当是啥啦？伊讲吼，咱兜互放牛啊，毋则就请道士来祭煞。放牛啊？嘿啊，是啥物人好好大胆，搞伫咱兜放牛啊？讲啊！什么人啊？阿姊，啊恁兜的代志等下才讲好无？我今是专门为着志愿的代志来呢。我是要甲恁讲吼，志愿的代志你毋通欢喜受早哦。啥人讲？安怎讲？昨中昼啊，聊天顶甲迄个面龟啊，家嫌啊，几世人掠去呢？伊阁要求迄个法拿听着无？讲要甲志愿交换啦。聊天顶，这是安尼做？阿姊啊，咦？听你安尼讲，你毋都早就知影聊天顶会安尼做咯？我毋知影啦，我是讲聊天顶哪会安尼做啦？啊，好那听你有答应无？安尼真好。阿姊啊，也毋过这法拿听你伊足受气的咧，伊由此可见知影讲志愿甲聊天顶的交情啊，毋是普通哦。就算讲志愿转来吼，对恁强家无一定有好处呢，也无一定啊。恁强家会互人抄家哦。哎呀，无你是甲当作教训？你啊，就本就死卡，毋是教袂啥？你安怎？你即摆就来阮的手头，是阮大猪边呢。啊若无啊，你骨头就要想要食。无这钱啥？我甲你讲哦，是志愿哦，伫你的手头啊。啊若无哦，我就斩到你哦。你实在是哦，看你啊！你是要创啥？对，这臭小囝伤过分啦！哇，好啊啦！你即摆人受伤，也无别人甲你行好啊！你安尼去拍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唔通安尼啦！啊，无你这钱啥啦？我帮这个拗出来哦。好啊啦，较早困咧，明仔载再吃。对，啊，你回食饭，马上。哦。叫你食。聊天顶真正是一条好汉，想袂到台湾有一款卡相。1点7点3点新导引，4点妖魔鬼怪招显形。操！明珠啊！啊，你是咧创啥？阿娘，我是无啊，你要甲压路顶？不是啦，阿娘，我是好心要替你洗刷甲烟呢。该你死人骨头啦！这你什么话讲？哎呦，阿娘，真正啦，人放牛啊要害咱，毋是啦，你毋输。对。是啥人放牛啊？兄妹，乱讲！兄妹要来放牛啊？哎呦，阿娘，伊不是爱的哦，伊阁会做法念咒呢。真正，我亲目睭看到，大朋友，我会夭寿啦。老太太，你这间厝确实写字真重，你若无紧制刷改下，以后会大灾难。阿娘，你有听到吼？这是师傅讲的哦，毋是我甲伊讲的哦。你真正爱相信呢？兄妹咧？
小姐奶奶伫个房间内底啊。安尼啊，师傅即摆拄好要去伊遐做法啦，你赶紧转去房间休困，安尼较安全啦。师傅来，对我行好，来，这边来，我这里来。哎呦，哪会遐尼蠢呐？师傅，你是够厉害呢！两三个手就把这妖魔鬼怪引出来哈。阿娘，什么妖魔鬼怪啊？你呀，我小魔紧紧降到来骗你，这是什么啦？威你不准叮当哦！威公啊，大，叫师傅用乌狗话甲你看。把你红线踢。好，你有够厉害啦！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啦！是啊，哎呦，阿娘，我毋是叫你伫房间，你哪阁走来？危险啦！我是感觉这哦，啊，你放心啦，师傅啊已经来定着啊，伊即摆毋敢作怪啊。伊唔敢作怪，是你咧作怪。哎呦，阿娘，你哪阁安尼讲啦？我是安尼破心肝，为着你，为着咱强家咧做呢。好啦，你请师傅离开这个所在。好啦，来师傅请。稍等下，阿娘，还有啥物代志？你毋好想我见伊哦，万一有啥问题吼，我是无办法救你呢。心正不怕邪。是啦，啊，迄个师傅来，多谢恁的师傅，多谢，顺家啦，哈，顺家。阿妈，安怎？阿家有拍到囝无？无啦。若无就好。阿春啊，你做咧无用，门关起来。啊，好。阿妈，那是有啥物代志哦？志愿可能明仔载就会转来。那安尼，大官有救啊？是聊天顶吼，去掠着严仔搁去杀，啊叫训达厅长来放伊出来。照安尼讲，天宁遐真正叫大官出来啊？兄妹，我看这桩代志并毋是好的哦，因为日本人无遐尔啊简单就放咱煞，放志愿倒转来，就会甲咱抄家。当初吼，我叫廖天顶去救志愿回来，心肝真着急，无想到这一点咧。安尼，阿妈，你的意思是？你小想看嘛，廖天顶会伫什么所在？我叫阿豪去找伊，来遮参详一寡代志。要若有恐惊咱恐家吼，会有大灾厄。你是安怎？我想，你想要创啥？替你甲证据挖出来。免啦，我想要留咧做记啊。空水准若发红哦，你命就无去。我想要留咧做记。死就煞。你讲，一日走一点路，敢无一定爱安尼？你真正唔惊我搁活掉咧？烦恼汤要治你的命。这来看你这个本事。干？免啦，做你来。伊是一个好汉，可惜欠着命。
点点，你是一个好汉，可惜你欠不表现。你若会当摕大一本地国学了，我相信你前途出师无量。会当啊，替台湾人拍拼，你的前途这是无量。我会想办法，互伊摕大一本地国学了。阿嬷，阿伟，啊，我等下。你若搬呢？奇怪，我昨暝去到这阵才要转来。向妹啊，啊聊天顶甲面具的，敢会比迄别个所在？你无想到？别个所在？无呢。这聊天顶也实真害，你嘛留一个主旨予咱。啊，像这个重要的代志要催，煞联络袂着。哎呦，夭寿哦！原来安妮甲聊天顶嘛是共党的呢。那呢，迄暝我明明就伫安妮的房间外听到聊天顶的声音，安尼就无毋对啊。是安妮阁骂我三八，侥幸哦！我哪会过来这个插困啊？林珠啊，你若徛遐敢若贼啊？啊恁这本来就是插困，阁骂我是贼。对啊，偌久啊？啊？要来加身啦？我想讲你听到声无？无啊，我是单单行到位尔呢。安妮啊，你才刚有讲啥事？无啦。我看恁吼是愈看愈生贼啊！我住伫遮吼实在是真危险，我着要想办法，较紧离开。阿太太，好，有吹了。无啦，小小奶奶讲的所在，我拢去找过啊，拢找无啊。哎呦，那安尼就害啊你！啊，他志愿就得要转来啊。什么？安妮啊，志愿要转来啊？嘿啊。哎呦，你哦！我这个哀声哪会敢大声？安妮啊，志愿是我的翁婿呢，啊伊要转来，你哪无甲我讲一声啦？我也是惊伊甲你讲哦，啊代志互你母甲害了了。安妮啊，你真正看我无起呢？这搁甲安怎讲？我嘛是你的新妇啊！将来咱乡家的乡会，要互还是不要互，是爱看我呢。平常时，你毋是骂我三八，就是骂我破格，搁爱嫌我重，嫌我屎。我到底是做错啥物代志啊？伊要安尼对待我？你啥物命去啊你？你要倒来？我哪要转来啊？我要去西庄打扮，敢袂用伊心？安妮啊，啊咱是要安怎先志愿转来啊？免。为什么？伊是你心肝宝贝呢？啊，毋知伊对倒一方向转来要倒去食，踮咧厝里等就好啦。啊好，你紧去买猪脚面线转来。免啦，透早我去叫阿春啊办好势。志愿要转来的代志，乡妹知影，我煞毋知影。这安妮啊吼，对我甲乡妹吼，实在是吼大细心啦。等志愿转，我着要叫伊甲我搬出去住。报告，有志愿出来。快点！嗨，进去。我过去上桥聊天顶抓，你叫我带你过江湾，你真欢喜哦。我一向把你当作真好朋友，也把你当作家己的囝同款。想袂到，我真失望，
方大嫂，今晚我伫你面头前忏悔，我做袂到。你的遗憾，阮台湾人互恁糟蹋了这笔账，我一直拢无度找恁算，这是我的遗憾。好，真好，果然有受过一本教育，有骨气。你错了，阮台湾人拢真有骨气。好啊，我毋是要带你来遮讲这，我是要带你去记了添丁。你免欢喜，你爱知影，我无遐简单困扰，我也袂当互廖添丁带我管区来夜武用威。我要互你当我的面，劝廖添丁投降，我会当互伊免死。伊袂听我的。慢慢呢，假使用你一家靠性命来甲伊交换咧。妈祖啊，地主玫瑰啊，你遮诚心哦，甲你恳求，希望妈祖有灵有谢，你就要保庇我甲阮大个，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救出这个强子犯。啊，若事成了啊吼，我甲请一瓶布袋戏来遮人互你看。妈祖，你就来保庇，拜托拜托。明哥，爸，时间要到，较细意。嘿，不，卡死啥个？唔通引起两点注意。嗨，你拿保地好未？保个听到，拢总保地好势，苗条这差事都买袂起。一摆我出去无差错，我当你为江山。嗨。妈祖，你来保庇一下。他对我讲吼，你千万唔通袂记人呢，啊，一定要保庇阮的。拜托拜托拜托妈祖。明哥啊，啊，你创啥？咱今日是你拜妈祖。哎呦，我说袂记，妈祖，歹势歹势，地主我后生太紧张了，妈祖，拜唔敢拜唔敢。大海，即摆情形安怎？你来看看，你是伫假流啥？话是安尼讲无唔对啦，但是吼，迄日本人偌艰巧的呢，外口即摆吼全是人啦，我怕咱即摆无好食困啊。廖天天，大海，伊来啊呢？廖天天，我来啊！你出来！开始讲，呀！马科技厂即摆伫遮，我要伫个人咧。你现在干嘛不去上搬过来？我人才交予你。哼，你就是我三岁囡仔，将强子我甲绑起来。你即马这四周围拢已经互包围起来，你走会去啊？这我知啦，看你有这个本事抓我无？你讲啊多，将人甲绑起来。做这种代志，伤过天真了。但是真有效啦。做人唔通伤脾气。我方达，唔是你以前所拄过迄款三脚鸟技巧。你若乖乖甲ям国际上放出来，我重新对你处理。刘少，奇怪，夭寿啊！阮真假叫拆一领皮条呢，大汉。照我的意思，对廖点点讲。我已经甲你讲过，我做袂到。
哎呦，阮大听着，莫生气，莫生气。哎呦，志远啊，我拜托你好无？你若要死，你家己死倒啊！你当年我就拖倒落去死啦。无正大英，嗨！你而且正拄好，把志远带过来。啊，这，赶紧！我，我哪听到你安尼是要创啥？我对你足重视的呢。志远，紧照我意思来做，若无我先切你！哎呦，志远，我拜托你啦，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你唔通害死我好无？拜托啦！放大听到，啊！伊安尼是你创啥？我要请说小小一个保证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莫非你假甲我的？不，我大听到啊！我唔捌迄个人啦，我唔捌迄个人啦，我对你吼比较搁较重啦。好啊，莫啰嗦，你无要谈。志远，你唔通用你厝全家的性命本身照。阿妈，阿娘，啊你哪拢袂食啦？要哪食会落啦？阿虎，小奶奶，你去外口看卖咧，看少爷有回来无？是。小等下，啊你若看到吼，随等下甲我报哈。好。免食啦。阿娘，我嘛食袂落。奇怪，拢这个时阵啊，哪无看志远人影呢？阿春啊，啊即嘛是几点？点晚呢？做公做妈，你都爱保庇志远，会当平安倒转来。嗨！志远啊，莫让你较合作好无？你叫聊天点导航啦，我求你啦，好无？放大听到，你阵若搁讲较强志远一个，我就先甲亚马库机场的卡炮震落去。你卡，你唔相信是？我来试看卖。你若是要变坏的，大家来比看卖。我算甲三，你若无甲亚马库机场绑来，我就要变成残废。你是？这局势哪变成安尼啦？当差嘛人大。我早就想到伊有这招，叫咱来计划进，进去。哦，你敢真是忍心的看伊变成残废？亚马库机场变成残废，比较起来，你可能较吃亏哦。要嫌着你，你若是哦亚马库机变成残废，还是甲死人同款，不如我小我一千。强点，一定叫你输定。你是同行哦，万一坑了强点。刘三，你莫插你，你知影？我同款搁是条好啊，你该拼！我先抓你，等下。用志远甲绑起来，你就是讲我将志远绑出，你就法度走出这个所在啊！别讲遐多啦，把人绑起来。你先，你先过来。你输定啊！对，我哪听到你处理代志吼，伊即摆呢，我配合哦，我做你下骹手人吼，最牛最美，我都才感觉足光荣的啦。咪姑，
注意。放心啦，无两步七啊，唔敢过后尾溪啦。你讲，那走啊，走啊！惊啦，快快！阿妈，阿娘，什么代志？我甲你细声。你来看啦！你看香炉，香妹，你差不多是放啥物件伫香炉内面啊？我无啊，无，啊无香炉的发火。我真正无啦。那是香炉发炉，发炉？阿娘，迄什么意思？我先做歹啊！伫20多年前，捌发过一摆炉，迄个时阵志愿的阿爹，迄个是安怎啊？该是志愿的阿爹，伫福州倒转来，伫海上冰船死去。这个时阵，我老，哪能着？我这个心肝气，我心肝气，你怎么没允许啦？是我，你叫我要安怎着？是我是要安怎着？你呀，你是安怎安尼对待我？是安怎要安尼对待我呢？敢冲入去！乖，不要紧吧？放心啦，死袂去。院长，家里不闹，准备要人死的。好大天地！机会，机会！王爷，乖，什么在日本啊？看他狗仔一直陪你嘛，边啊？无对。我一个心肝气，我心肝阿妈气。，咱先等去房间休困啊，吼。小妹，我心肝气会转来着无？阿水，我心肝气一定会转来着无？会啦，小爷一定会转来啊。哪会到这阵你还袂转来啦？阿妈，赶快啦，赶快赶快摕到厝啊！哦，你无骗我哦！阿妈，我哪有敢甲你骗啊？等下我回来，伊一定会去甲你亲安尼啦，吼。干嘛嘞？嘿啦，
但是咱伫内底小休困的啦，吼。你无甲我骗咯，无甲我骗咯。咱你去房间啦。我的心肝囝，你都还回来哦，我的心肝囝。今日你想要做出，可比西牛望野。你卖紧张！老点点，就算讲你装会出去，强志远甲米姑的因两个着伤地位，你想因敢走袂出？大汉，你讲你算到这步，若安尼，咱即摆是火烧锅了，全无望啊！请等过来，紧！啊无恁三个拢无命！对，恁拢出去外口，无我的命令，袂用你开枪，也袂用乱紧张。嗨！大南京，恁台湾有一句俗语：3年一轮好歹照轮，照轮完啊轮到我咯。莫来假讲话啊！拿你的手头，要抬要我清菜，当心啊！二姑爷，你敢真正唔惊死？我若惊死吼，我就袂徛你遮啦。真乱谈啊！你是咧怨叹什么？林大爷，说太自卑了，叫我买肉粽互你食，我对你轻伤，我呸！亚马库市长，廖天丁不是民主国的人，因两个跟我拢无关系，你放人走！哪个？亲切啊！即摆内底情形是安怎？也要开枪伫内底，叫我唔通开枪，唔通叮当啊！啊？到底是咧比什么肉？亚马库市，你放因两个走，我廖天丁留在这，又在你安怎？你咧笑啥？好，真好，我食到这大汉，也毋捌看过像恁三个，这个唔惊死，这个有气魄的台湾人。阮台湾人气魄正在嘞，拢唔惊死。敢安尼，恁这的人敢是拢真无胆，看到咱有权有势就惊到要死，乖甲一只仔狗咧。免多啰嗦啦，要抬要挂，又在你啦。就是咩？我若是无记唔定，你知啊？是共款，敢若一只狗。你安怎？无你这生啥？我是足后悔，无甲你的目睭挖出来。你敢点点？我啥物点点？非得要死啊！我若无讲出我心内袂爽。你这个死家狗！你莫甲啰嗦啦。亚马库市，点点，你也莫讲啊！我亚马库市是一个有仇报仇、有恩报恩的人。亚马库市长，廖天兵甲咪讲，甲你无冤无仇，你放人走！志远，恁拢莫啰嗦，听我讲完。你昨甲往两千字，救我一条性命，这个情我会害。虽然真的情是你甲面姑的拍，也毋过我嘛捌拍假哩。这个仇，咱准拍倒去，互相无相欠。经过昨了，我真佩服你。你是我亚马科技出道以来真罕你拄到的对手。我真盼望一天会当甲你做一个公平的决斗。假使讲台湾死的人也是我，我不怨叹。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放你走，当作我报答你的情。
放你走，当作我报答你的情。也毋过，这工了后，你爱甲我做一个生死决斗。你敢唔惊我走？玫瑰伫我手里，你敢会走？明，过去你掠我，甲强志远和玫瑰放走。刘长，你莫啰嗦，我安怎讲你要哪做？反正强志远，你一定要放伊走。袂用你，伊是一本人的要犯，袂用你放伊。明，强豪夫人面前酒过大，3天内一定要甲强志远救回来。若无，我会去面头前自杀下水。到时阵，我是一个死人，是要安怎甲你做生死的决斗？你是一个真可爱、真难得的对手，我无愿意放弃这个机会。好啊，强志远我放你走，这是我最大的限度。你们后面唔走？对，你带真紧走，紧走啦！你看我，快啦，人我要放你走，你袂想要走啊人，紧走啦！廖天丁，我这个人真够反起反倒，真够变卦。请你在我还未变卦之前，紧走！走，紧走大！我一定倒转来救你，你快忍耐。惊小等下，也阁有，你若爱玫瑰平安无代志，你通强甲等我，唔通乱走，我自然会去找你。行。你着要加做一寡好代志，妈祖婆，该保庇你。你若真够劲所在，你敢知影？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娘讲我真歹摇气，不时咧破病，带我来妈祖宫拜拜，互妈祖婆做起行。哼，啊，那呢妈祖婆今仔日啊，真正是要哭无目屎。这也是我摆在妈祖婆面头前太人的原因。啊，那呢我来赶紧啦，感谢妈祖婆，互玫瑰的我加活几啊天。姚条条，你别走！我看我能忘记吧？来来，进！啊，嘿，亚毛库先生，廖天明已经死啊！你走啊！啊，走啊！亚毛库先生，你不是已经甲姚天顶还魔山下属带强志远走？啊，伊真是会哦！你真情敢毋是讲伊会晓？确实真厉害。哦，啊，玫瑰等你。嗨！玫瑰啊，换我请你一顿啊粗饱哦！我听，嗨！无我的命令，玫瑰一支卡门，你就袂用你甲卡掉。嗨！你莫想对歹去啦。你免咧安慰我。阿嬷，你莫想遐济啦，我相信哦，大哥一定会平安无代志的。人算不如天算，本来是讲带你入门，要叫明珠啊，快当生一个金孙互我抱抱，结果
来，少爷，少爷安怎？伊转来啊！真实嘞？是啊，我真捌看，你要到咱家门口啊？有影。呀，快去，啊好，去行路火，放在徛头的，互伊下过温。快去！我今日准备。放在徛头的等。阿春啊，你看嘛咧，我面的妆敢有火气？无啊，啊那呢，我敢有水？小奶奶，这是耶。啊，细日咧，行到你家啦。你是要倒啦？安尼哈，志愿伊要倒转来啊，我要去接伊啊。志愿，少爷，你真正倒转来？有假是我一世人，我无法去看到你啊。志愿，我的心肝惊，哎呦，我规身躯安尼全灰，全伤了了。我都唔敢。有啥物话哦？你来内面再讲，我徛门口。哦，对，我啥回去？来，进入来，来过火一个，来下过，过温。来，志伟，你坐。老妹，阿弟啊，你会用安尼平安倒转来，实在是真好呢。啊，你搁戆戆家遮创啥？袂晓甲伊去点香，互阮啊，甲多妈说大声是。哦，对，赶紧的。志伟，啊，你有要紧吗？我要紧啦，我要紧。来，恁先甲公妈说一声咧，伊安尼保庇你会当平安倒转来。来，我摕阮翁就好。志伟。对啦，来，赶紧入去内面吼膏药啊，衫上煞换换咧。刘长，阿无，你暂时伫阮兜大开工啊。我无要紧啦，你紧入去膏药啊。是啦，行啦，咱等下放。较细哩咧。恁赶紧的，去穿低卡面线，装小泡。啊，你有啥？歹势，较济啦。别哦，说真多谢你哦。老爷，你唔通安尼讲，这是我答应过你的代志。是讲真歹势，煞有志愿安尼受伤才转来。敢唔通安尼讲啦？会当对日本人的手内吼救倒转来，这都真阿弥陀佛啦。对啦，哪无看面具啊？是安怎？啊？伊即马，搁伫阿妈靠一个手头。